为着要掌握空气污染的状况，花莲县政府甲县内几间废气排放量较大的工厂合作，伫烟筒装监测系统透过网络连线，得当随时来监控。花莲县府为着监测辖区内大型空污排放工厂，伫台泥和平厂、和平火力发电厂、安宁花莲厂甲中华转酱厂的烟筒设置监测系统，避免业者多比监测，高装设会当伫网络连线的烟道连线监测系统。就是讯号进来之前，我们就装设那个 WiFi 的无线，把数据直接抓出来在外面，这样可以避免厂商在它后端的伺服器上面去做一些设定。另外，台泥和平厂二号油去年增加起化炉烧花莲境内分数，所以这个烟道除了原规定的监测项目，也增加其他监测项目，目前已经设置完成数据随时上传，会建构完整资料库系统。我们花莲县境内的生活垃圾，然后一天的话处理量大概200吨，然后所以我们为了让民众更安心，所以我们有加装监测2个项目，一个是一氧化碳，就是 CO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 HCl， 资讯都是透明公开。并用对监测排放改造科技执法，多数拢肯定，更加希望这个排碳大户应该有更加侪作为。监测只不过就是治标啊，可是对于我们的地球跟气候暖化的话，长期下来的话，我觉得种树这个部分可能会比监测还有用啊。环保局强调，目前连锁的工厂拢是原来主要空气污染排放源，占全县排放量达到90%以上。其他中小型的工厂会看状况来监测，甲无定时稽查，以维护空气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